心全意赞美，从我心深处，我敬爱你，全然降服你。向你唱出爱的旋律，毫无保留，全然属于你。从我心深处，我敬拜你，主唯有你。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来进入撒母耳记第52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苏维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牧师平安，大家平安。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此时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这时我们也为了我们每位会友的家人身心灵的平安也来祷告。在这平安月里也求你保护我们，远离邪恶，帮助每个会友及家人能够更信靠你，让你成为我们的力量与避难所，帮助我们的家人来到你的翅膀荫下安歇，让他们知道你是保护他们、深爱他们的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下的第19章看见约押他用他的智慧来停止大卫因为失去儿子押沙龙的伤痛，也激励大卫要再次的面对群众来与这些为大卫卖命的人站在一起。那大卫他让这个新的元帅也就是亚玛撒来代替了约押。那大卫对约押是又爱又恨那大卫他也赢回人民的心因为这个亚玛撒呢是押沙龙的元帅。那但是呢当大卫他能够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也遇见了示每还有米非波设。那这两个示每呢，曾经是这个嘲讽他，然后咒骂大卫，但是大卫也在这里饶了示每的命因为示每先认错，苦苦哀求。那米非波设也来见大卫，但是当大卫质问他的时候，米非波设说这是他的仆人洗巴是说谎所以这是在撒母耳记下当中的一件罗生门但是大卫用他的智慧，就是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判决一人一半跟米非波设还有洗巴。那对于对他有恩的巴西来呢，大卫特别也祝福他的儿子金罕让金罕继续跟着他在伯利恒。那还有就是我们最后看到是犹大支派跟其他的11个以色列的支派呢，为了到底谁先把王接回来这个议题呢，争风吃醋，所以呢也引发了今天的第20章有这个示巴的反叛。那我们请苏维执事带我们来读20章的第1节到第6节。好的，20章第1节，在吉甲有一个败类叫示巴，是便雅悯支族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号角喊着说：大卫跟我们没有关系，耶西的儿子对我们毫无益处。以色列人啊，回老家去吧。于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了示巴。但是犹大人仍然对大卫忠心，跟随王从约旦河到耶路撒冷。大卫回到耶路撒冷王宫，把他以前留下来
看守王宫的10个妃子禁闭起来，供给他们所需用的一切，但不跟他们同房。他们终身住冷宫，像寡妇一样。王对亚玛撒说：召集犹大人，在3天内跟他们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召集犹大人，但是没有在王规定的时间内回来。于是王对亚比西说：恐怕示巴给我们的伤害比押沙龙更大，你带我的部队去追他吧，不然他会占据设防的城镇，从我们眼前消失无踪。好，那我们昨天有说大卫被他的儿子押沙龙追杀，那后来亚希多弗出了一个凶狠的计谋，就是要派12000的兵去追杀大卫。那只要杀大卫一个人，押沙龙的王位还有他的王权就稳固。那但是后来被户筛给破坏。那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非常的短哦，而押沙龙呢，也因为他的头发被缠在橡树林里面，而被约押给刺穿他的心了。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当大卫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呢，又有遇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是有一个无赖叫做示巴。好，那这个无赖现在作为本翻成败类。好，那这个字呢，用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章有出现过，就是指以利的2个儿子啊。以利这2个儿子也是无赖。好，那这个示巴的意思呢，是7，好，1、2、3、4、5、6、7的7哦。所以这个老7呢，示巴呢，他是便雅悯人，他的爸爸是比基利，比基利，好，那他的这个示巴呢，他可能是有影响力啊，所以他因为前面的事件，因为犹大跟以色列支派起了纷争，到底谁要把王先接回来这件事情，所以示巴看有机可乘，所以他就吹号角，到处宣传，说我们跟大卫又不是亲戚，那跟耶西的儿子我们没有关联，没有血缘，没有关联，所以以色列我们各自回去吧。所以以色列的这种支派呢，还真的非常容易被左右。那除了容易被左右，还有一方面他们也非常的这个怨恨犹大他们来抢功的行为。但是第2节我们看到犹大支派呢，犹大人呢继续跟着大卫所以从北边约旦河一路跟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欢迎大卫回来的人都是只有犹大人，但是示巴已经又把以色列人又给带走。那讲到大卫回到耶路撒冷的王宫呢，又讲到他留下来这10个妃嫔那10个妃嫔在15章出现过，后来17章又出现过。15章是大卫逃难的时候被留下来。好，然后16章呢，就这10个妃嫔呢，就是被大卫的儿子押沙龙给公开的玷污所以大卫心中那也耿耿于怀，也没有再跟这10个妃嫔来亲近。这10个妃嫔呢，在这里也被记载，他们就终身守寡，还住在冷宫被冷落，那也是非常的悲哀。那而回来耶路撒冷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大卫要这个新的元帅亚玛撒来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要在3日以内把犹大人都召集回来至少大卫要能够来赢得犹大人的心因为犹大人的心还有以色列人的心呢，都曾经被押沙龙给买去给偷去所以大卫知道如果没有把犹大人的心坚固，恐怕呢示巴所造成的伤害会比押沙龙的伤害更大。而且示巴呢，他现在又把众人都分散了，到时候示巴躲起来的话呢，可能更不容易找到人从我们眼前消失无踪。那在和本有另外一个翻译说，恐怕示巴带给我们麻烦所以大卫也知道这个事情的利害关系，要给这个新的元帅亚玛撒
一个新的任务。好，那再请苏维执事带我们来读第7到13节。好的，第7节，于是约押的部队、宫廷侍卫队和所有的勇士都跟亚比西一起离开耶路撒冷去追赶示巴。他们追到基遍的大岩石那里时，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穿着战衣，腰间佩剑，剑在鞘内。约押向前走的时候，他的剑从鞘内掉落。约押对亚玛撒说：“朋友，你好吗？”就用右手握住他的胡子，要跟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另一只手握着的剑，约押用这剑刺进了他的肚子，内脏留在地上。约押用不着再刺第2下，亚玛撒就死了。约押和他弟弟亚比西继续去追赶示巴。有一个约押的随从站在亚玛撒尸体旁边喊说：“拥护约押和大卫的人都该跟着约押去。”亚玛撒的尸体染满了血，躺在路当中。约押的随从看见经过那里的人都站往站住，都站住，就把尸体拖到田里，扔件衣服把它盖住。尸体从路上挪开以后，大家就跟着约押去追赶示巴。那当约押杀了押沙龙后呢，这个大卫对约押耿耿于怀，就是把他的官，甚至第6节就是大卫要对这个发号施令呢，是亚比筛是约押的弟弟来发号施令，所以也可见呢，约押被降职那亚玛撒成为新的元帅，但是呢。因为亚玛撒没有办法在3天内把犹大人召集来所以大卫测试亚玛撒的能力呢，发现亚玛撒能力不足，所以他只能够信任约押的弟弟亚比筛，但是呢，他透过亚比筛要他们去追赶示巴这些人因为他们可能以后会来反叛大卫。所以第6节到第7节虽然大卫是交代亚比筛，可是第7节呢却是约押带着部队跟所有的勇士跟亚比筛一起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出，虽然约押被降职，但是他还是有实力的，真正在带头的还是他。所以约押的上面变成是他的弟弟是被授权亚比筛，而亚比筛的在上面呢是亚玛撒。那这亚玛撒呢，曾经帮助了押沙龙。那他们一路追赶示巴呢，从耶路撒冷出去，到了基遍。到了基遍呢，就遇见了亚玛撒。所以这个基遍离耶路撒冷不远了。好，那我们在明天的21章也会继续看到跟基遍有关的故事，甚至到了列王记，就是所罗门求智慧，上帝赏赐所罗门智慧，也是他在基遍献祭夜间时，上帝在基遍向所罗门来显现的地方那这个在基遍呢遇见了大岩石，遇见了亚玛撒，约押呢就跟亚玛撒呢来亲近，好，那假装刀掉在地上，好，那一手呢就是捧着亚玛撒的胡子呢，另外一只手呢就用刀刺透了这个亚玛撒的肚腹，所以亚玛撒的肠子就流出来，他的内脏就掉下来，不用再刺第2下。所以之前有提过，亚玛撒跟约押呢，他们其实是表兄弟的关系就是他们是同一个他们的妈妈呢是姐妹那但是呢，他们应该是表兄弟但是因为押沙龙的关系呢，让他们2个人选边站。好，那也因为押沙龙的关系呢，好，那让约押跟亚玛撒之间呢变成了竞争的关系。那所以约押在这里呢，好也暗中的报了仇好，所以可以看见约押这个人呢，他是非常的当机立断，好，那有仇必报，但是他对大卫呢，基本上还是
相对的中心了。那约押呢杀了亚玛撒之后呢，就去继续的追赶示巴，所以约押呢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来反叛大卫的心，但是呢他总是对于大卫所交付的任务呢，他总是会用他自己主观的判断，那也有他的道理。那在约押跟着去追赶示巴的时候呢，约押的仆人就在路上喊着：谁喜爱约押，谁归顺大卫，就要一起来跟随约押。所以约押又继续招兵买马，所以约押又继续展现他的实力，就让这一群原来是已经跟着亚玛撒的人呢，又回过头来跟着约押。而亚玛撒的尸体呢，就从路上移到田间了。这里讲到亚玛撒12节讲到亚玛撒的尸体染满了血，躺在路中间了。那在这个躺在路中间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自己滚动在路中间。那所以这个字呢，可以说亚玛撒呢被约押这个用刀捅入他的肚子的时候呢，还没有死，甚至还在地上滚那滚到路的中间来。但是呢，众人看见之后呢，就后来亚玛撒死了，就把他的尸体移到田间，用衣服盖上，然后他们就继续去追赶示巴。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一群人呢，大家都自动选边站了。本来所以在这段期间呢，真的变化非常的快，一下跟着大卫，一下跟着押沙龙，一下跟着约押，一下跟着亚玛撒，现在又回来跟着亚比筛，然后又从亚比筛又回来跟着约押，所以也可以看见大卫的王国当中呢，许多的不安定和不稳定那前面有说，其实也是都跟大卫呢，他爬上最高峰之后呢，因为他陷入到试探引诱当中，犯了大罪，那以至于呢，为自己添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好，那接着再请书维带我们来读14到19节。好，14节，示巴走遍以色列各支族的地区，来到亚伯伯玛迦，所有比基利宗族的人都集合起来，跟随他进城。约押的部队听说示巴在那里，就去围攻那城。他们对着城的外墙筑起攻城的土垒，并且从墙底下挖洞，要使墙倒塌。城里一个聪明的女人从城墙上喊着说：“听啊，听啊，去请约押到这里来，我要跟他说话。”约押来了，那女人问：“你是约押吗？”“是的。”约押回答。那女人说：“请听婢女的话。”约押说：“我在听。”那女人说：“古时候人常说，到亚伯去请教吧。他们真的都这样做。我们的城是一座伟大的城，在以色列中是最和平、最忠诚的城。你为什么想毁灭它呢？你要消灭上主的产业吗？”那示巴他把这个以色列人呢从大卫的身边又带离开之后呢，那他继续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到处来招兵买马，吹号说我们跟大卫无关，我们要过自己的生活，不要让大卫来管我们。那因为前面第1节有提到示巴他是便雅悯人，所以跟扫罗是同一个支派。所以可以看出示巴的动机呢，他就是一直想要恢复扫罗的王朝，所以他又再一次呢，想要集结扫罗的旧的势力所以一直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北边的亚伯玛迦，那在和合本呢翻成伯玛迦的亚比拉，所以伯玛迦是一个比较大的地方，那亚比拉是一个城市。伯玛迦的意思是指压力之家，那亚比拉这个城市磐石所以是在压力之家内的磐石。那这个已经到了但支派的北边，也等于说是以色列的最北边所以这个示巴呢一路的往北就是把几乎可以说把整个以色列呢都宣传遍了。
甚至呢他还精选的人呢，好，那在这个圣经当中，好现代中译本好提到说，他的把这些宗族的人好都挑出来，好，那所以他选的这些人呢，好来跟随他，一直来到了这个伯玛家的亚比拉。好，那这个地方呢，在列王纪上15章呢，好也有出现过，好，那也叫做伯玛家，所以在这个现代中译本呢，好就直接用列王纪上的同样的翻译哦，好，所以叫做亚伯，好，简称亚伯城，好，它其实是伯玛家的亚比拉。那当示巴来这边，好，那他甚至呢把人都集结到了北边，好，那想要集结北边的势力呢来对抗好南边的耶路撒冷呢。但是这时候约押呢，他的带的人呢，还有军队呢，已经来到了伯玛家，所以可见这个约押呢，他的动作非常的快啊，好，那也非常的精准啊，所以约押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元帅，他可以找到了示巴，好，同时呢，他还包围了这个亚伯城啊，当他包围亚伯城，好，来堆建土堆。好，就要在亚伯城和示巴来一决高下。好，那甚至他们是采用，和本写猛撞城墙，要让城倒塌。现在这一本是写从墙下挖洞啊，好，就是要让这个墙倒塌。好，那不论是让城墙挖洞倒塌，这个是比较难，但是他们就是采用他们的战略呢，好，显然这个约押的赢面是比较大的。以至于呢，16节在这个城内亚伯城内呢，有一个智慧的妇人，那他就从城墙上呼叫，好，说请你们的元帅来，好，那所以这里的元帅呢就是约押，好，那妇人跟约押的对话呢也非常的清楚哦，好，被记载在这里，好，就是妇人说，古人常说，好，或是他们有一句流传的话，好，有事情好就到亚伯去请教。所以亚伯这里呢，可见这里是充满了智慧人，他们想要解决问题、解决事情，他们都会跑到北边的亚伯城，也就是在伯玛加这个地方的亚比拉，来请教，而这些事情就可以解决了。甚至亚伯城呢，是在以色列当中代表着和平、代表着忠诚啊，就是它是一个中立城，好，它从过去的扫罗做王之后。到跟大卫之间的嫌隙，那大卫跟押沙龙之间的事件呢的嫌隙呢，这个亚伯城就是亚比拉呢，一直都能够保持和平和忠厚，并没有偏待任何一方。那约押要来毁这个城呢，好，是以色列的根源呢，好，所以在这个城呢又被称为以色列的母亲呢，好，亚伯城。所以这个智慧妇人呢，好，就是来跟约押，好，用几句话说，你现在挖我们的城角，好，要冲撞我们的城墙，要让我们的城倒塌，好，要来消灭我们的城，你是要来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吗？所以这个智慧的妇人呢，跟约押的对话呢，好，以至于呢，约押呢，好，他就又改变他的思考策略啊。好，所以我们接着最后再请苏伟带我们来读20到22节。好的，20节，约押说：“不，我绝对不毁灭你们的城，那不是我们的计划。有一个人叫示巴，是比基利的儿子，从以法莲山区来，他背叛大卫王。你们只要把这个人交出来，我就下令撤退。”那女人说：“我们会从城墙上把他的头扔给你。”于是他向城里的居民献策。他们就把示巴的头砍下来，从墙上扔给约押。于是约押吹号角，他的部队就离开这城，回家去了。约押回到耶路撒冷去见大卫王。那在我们之前读到14章的时候呢，当这个押沙龙躲到外公家的时候呢，约押也曾经找了一位提哥雅智慧的妇人呢，好来跟大卫王对话。
以至于大卫改变心意，好让这个押沙龙回来。好，那现在也是约押和另外一位智慧的妇人呢，是在亚伯城，好，也就是亚比拉，在这里的对话呢，好让这个亚伯城呢，好能够得到保全，好而不会被约押给冲破、冲撞进来消灭。所以约押听了这个智慧妇人的话呢，好，那他也说他绝不毁灭，也不吞灭这个城，好，但是呢，是因为示巴，好，那他呢举手攻击大卫，所以你们只要把他交出来，好，约押就会离城而去啊。好，那智慧妇人呢，当机立断，说他会把他的头呢从城墙上丢给这个约押。好，那一个妇人怎么可能去拿到一个示巴的头？22节呢，就是这个妇人就凭借她的智慧呢，向城里面的人呢，好去劝百姓。那受过百姓的手呢，他们就联手好来逮到了示巴，好，并且割下了示巴的头呢，好，果然就丢给了约押。所以这下呢，约押呢就带着示巴的人头好回去。好，那当然回去之后呢，示巴这个约押呢又重新稳固他的这个地位啊。好，因为前面有讲到约押的这个元帅的位置已经被交给了亚玛撒，但是亚玛撒呢没有能力，那大卫就交代约押的弟弟亚比筛。好，现在亚比筛呢，好又跟着他的哥哥约押冲去追人，所以一路都是约押在主导。好，所以约押在撒母耳记当中呢扮演的角色呢是非常的吃重啊。好，那最后再请书维带我们来读23到26节。好，23节，约押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是大卫的侍卫长，亚多兰管理强征来的劳工，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官吏，示法是王室书记，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雅尔。雅尔城的以拉也是大卫的一个祭司。好，谢谢。好，那这一段的记载呢，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下第8章的时候呢，好也有看到类似这样的记载。好，那在撒母耳记下第8章呢，就是大卫他征服了四周围的王国，好，包括非利士人、摩押人、索巴王、亚兰人、哈马王，还有最后的以东人啊，在盐谷杀了18000人。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好，向百姓秉公行义，所以那时候就记载了一段，好，那谁谁谁当了这些的官员啊，那所以现在又出现同样的记载，好，这样的格式呢，就是代表大卫的王朝王位又稳固之后，所以这样的记载出现了，好，象征大卫他的王位稳固哦。好，那这里记载这些官员呢，好，包括约押，他现在又回来了。好，做了全军的元帅、三军总司令。好，那这个比拿雅呢，好，他继续统管这些佣兵、禁卫军的司令。那亚多兰呢，好，掌管的就是这一些被征召来服劳役的以色列人或是战俘。那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继续做史官，好，是总统府的秘书长或是中央办公室的主任。好，那示法做书记，是指外交部长。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好，那雅尔人以拉呢去做大卫的宰相哦，好，那这个位置呢曾经是大卫的儿子们来做这个位置的，但是呢因为押沙龙的事件呢，以至于呢大卫对这些的儿子们呢，可能都还有一些一些处不来的地方哦，好，所以这个位置呢也交给了，所以我们把这两段呢，8章16到18节，还有20章的23到26呢，好，做一个对照，可以看见约押还在，好，但是这当中呢，约押曾经被降级降职哦，好，但是现在靠着他的实力又回来做了元帅，好，那约沙法也还在，好，继续做史官呢，好，那这个撒都呢，好，跟亚比亚他还在，好，只是亚比亚他的祭司工作呢，已经交给他的这个亚希米勒，
那还有呢，比拿雅也还在，好做侍卫长。好，那不一样的就是西莱雅，好，那这工作呢，好现在交给了示法，好，然后这个大卫的儿子们的做祭司呢，现在是交给了以拉，好，所以这个是可能跟押沙龙叛变有关，好，但是我们读到这里就知道说，现在大卫呢，他终于好结束了好这一段几乎是长达啊，虽然没有很久啊，但是这件事件呢，是从这个约拿单死后，大卫做王大约是17年，大卫现在大概是62到65岁之间呢，扫罗死后，那这一段时间呢，大卫这17年里面呢，又经历了第二次的逃难，只是第二次没有像第一次扫罗追杀大卫那么长。但是呢，这对大卫来讲是一个非常伤心难过的事情。毕竟呢，年轻的大卫呢，他是英勇善战，然后打败了歌利亚。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大卫呢，他在吉甲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结果又遭到背叛，背叛的是示巴，让以色列支派来背离。而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先发制人，要求新的元帅，也就是亚玛撒要去平息但是亚玛撒没有能力，就交给了亚比筛，后来亚比筛又交给他的哥哥约押，而约押追赶示巴的路上呢，就杀死了亚玛撒，其实他的表兄弟他也得到众人的追随，来到了亚伯，这个城呢，有个聪明的女子用示巴的人头也保住了全城，也看见大卫他再次稳固他的王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从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在动乱的世代当中能够来寻求智慧，特别是在亚伯城的智慧妇人，她怎么样运用她的智慧来保住全城的安危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啊在啊在动乱的世界当中，我们要如何来寻求主的同在，还有平安，是需要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主今天也是一个月份新的开始也求你保守我们在一周的开始，一个月的开始让我们不论是在工作，或是在学习，或是在各样的服事岗位上面，都能够再次经历上帝你的恩典和赐福。我们也为过去2个月的暑假再次献上感恩，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而这个月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有上帝你与我们同行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苏维，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大家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盼望胜利，希望更加靠近你，生命活泉涌流进入我心，主我可